10分钟精读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本书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及菲茨杰拉德的著作，在美国100强小说中位列第2，读者更是遍布全球。同时，由小李子主演的同名电影也广为人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关于穷小子和富家女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于20世纪末的美国，尼克是一个落魄的苏格兰贵族子弟，祖辈靠着五金批发生意起家。尼克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由于在当时美国股票债券之风大盛，在长辈的支持下，尼克也决定到东部的一个贵族私立寄宿学校去学习如何经营债券生意。尼克居住的地方在纽约市正东不远处的小岛上，而他房子的不远处有2栋富丽堂皇的别墅，右边的那一栋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盖茨比的城堡，里面有着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40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而在他们海湾对面的别墅是一座宫殿式的大厦，同样也有广阔的草坪与花园，里面居住的是尼克的远方表妹黛西和她的丈夫汤姆。汤姆家境富裕，他是知名的前橄榄球运动员，也是尼克的耶鲁大学校友。前不久2人从芝加哥搬到东部居住。一个夏日的夜晚，尼克来看望汤姆夫妇，在吃饭的时候，黛西的朋友贝克也在，他们聊到了住在对面的富豪盖茨比。说到盖茨比，尼克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整个夏天的夜晚，盖茨比的别墅里每天都在举行着豪华派对，在他蔚蓝的花园里，欢声笑语的男男女女在红酒香槟之间穿梭，劲爆的音乐从晚上响到天亮，纸醉金迷的生活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客人主动前来。而盖茨比对于前来拜访的人从不抗拒，只要有过往的客人从中引荐一下，新来的客人就能随意地出入他的豪宅，尽情享受在别墅里的灯红酒绿。尼克是极少数真正接受邀请而来的人，虽然知道盖茨比非常富有，但是对于这个邻居的底细，尼克却了解不多。在很多人的眼中，盖茨比充满了神秘，有人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亲戚，也有人说他在战争时期当过德国间谍，甚至更有人说他杀过人。不仅如此，盖茨比还十分的大方，在他这里不仅可以免费吃喝玩乐，就连在豪宅里不小心划破的礼服，1周内也会收到一件全新的，这样的行为更是惹人非议。但盖茨比本人似乎对这些传言却并不在意。尼克第一次见到盖茨比时就被他的笑容打动，那是极为罕见的笑容，他的表情含有永久善意，这股善意似乎一辈子也遇不到几次。他看起来31、2岁的年纪，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说起话来却有些字斟句酌，局促不安。经过5、6次的交谈后，这天盖茨比跟他说起了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自幼在美国长大，曾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由于意外家里人都死光了，所以他继承了非常多的财富。后来战争期间，他加入了军队，从开始的中尉军衔被提拔为少校军衔。此外，他还有一件事要请尼克帮忙，但这个请求盖茨比并没有亲口说出，他拜托了黛西的朋友贝克向尼克转达请求的内容。之后在贝克的诉说下，尼克这才了解到关于盖茨比与表妹的故事。在黛西18岁的时候，由于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千金，受到了众多年轻军官的追捧，但他只对其中一个英俊的中尉军官生有好感。但后来因为参加海外战争，中尉军官只能与黛西分别。没想到第2年，黛西就与家境富裕的汤姆结婚。起初黛西还有些伤心，可等他们度过了蜜月以后，中尉军官就被他抛之脑后。但黛西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汤姆虽然家境显赫，但却是个粗野笨拙的男人，性格上蛮横倨傲，挥金如土，更喜欢沾花拈草。不仅如此，汤姆在纽约还养着一个情妇叫莫特尔，是汽车修理行威尔逊的夫人。他经常在汤姆与黛西吃饭的时候打来电话，甚至在女儿刚出生不到1个小时，汤姆就跑出去找情妇了。从麻醉中醒过来的黛西知道后，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而且汤姆对于自己情妇的事情从不避讳，他经常带着她出入各种场所，见到了熟人也是有说有笑。尽管汤姆如此混蛋，心寒的黛西也并没有选择和他离婚，他仿佛沉溺在上流社会的枷锁之中，无法走出。而盖茨比就是那个中尉军官。1年前，他无意间听到了黛西搬到这里的消息，便在黛西家的海湾对面买下了那栋豪宅。期间，他举办了大大小小无数次宴会，邀请了各种名流，就是为了希望哪天晚上黛西会翩然而至，光临他的一次宴会。可是黛西始终没有去过，无奈的他只好请求尼克能帮他邀请黛西去他的花园里坐一坐。而尼克却被这个微不足道的请求震惊了。他等了5年，
又买了一座庄园，开了无数次派对，就是为了希望黛西去坐喝杯茶。那一天，尼克邀请了黛西，对方也如约而来。盖茨比一身白法兰绒西装，神色显得异常紧张，眼圈黑黑的，可以看得出应该是一夜没睡。再次相见的两人都沉默了很久，黛西率先打起了招呼：“又见到你，我真是高兴极了。”随后黛西问道：“我们多年不见了。”只见盖茨比脱口而出：“到11月整整5年。”虽然时隔5年，但盖茨比对黛西显然是用情至深，对于离别的日子他一直铭记于心，所以才能不假思索地说出来。而对于黛西来说，自己的丈夫汤姆明目张胆的出轨，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与尊严，只有物欲的生活满足也并不能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当盖茨比这个老情人以一种无比深情的姿态再次出现时，黛西心灵深处的情感仿佛一瞬间爆发出来，她接受了现在的盖茨比。得到黛西认可的盖茨比仿佛容光焕发一般，就连嘴角止不住的微笑。随后他带着黛西和尼克参观了自己的豪宅，看完了房子，又打算去看庭园和游泳池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三人便一起眺望着水波荡漾的海面。盖茨比说：“在这里可以看见海湾对面你住的地方，因为你家码头的后面总是亮着一盏绿灯。”以前的时候，那盏绿灯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距离黛西很近，但是如今看来，那盏绿灯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黛西此刻就在他的身边。5年的等待与思念，盖茨比把心目中的黛西想象得太完美，导致他的预期值达到了顶峰。可慢慢，当梦想走进现实后，盖茨比发现，似乎现在的黛西已经变得没有他心目中那么完美了。黛西的眼中有着对于金钱的羡慕与欲望。其实，盖茨比并不是贵族，他的真名叫杰姆斯·盖兹，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穷人出身的他不满足现状，于是在17岁时给自己改了名字，开启了对柏拉图式理想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在那年，他认识了靠着矿石发家的富豪科迪。科迪看他聪明伶俐，而且雄心不小，便把他带在身边培养。盖茨比以私人雇员身份在科迪身边待了5年，从听差一直做到贴身秘书。期间，他学到了贵族绅士的礼仪和规矩，领略了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后来，科迪死后，他参加了一战，在服兵役期间认识了18岁的名门千金黛西。黛西的美丽让他着迷，为了配得上黛西，他谎称自己身价100万，出身同样高贵，并以这种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她。随着战争爆发，他去了海外前线，在战争中他一帆风顺，从上尉晋升少校，没多久便成为了连长。停战以后，他急得发疯似的要求回国，但是由于混乱或者误会，他却被送到了牛津。而此时的黛西也受到了来自家族催婚的压力，然而他心中的盖茨比并不能回来解救他。随着财大气粗的贵族汤姆出场，在他疯狂的追求下，黛西很快就沦陷了，她成为了令人羡慕的贵夫人。等到盖茨比从法国回来时，黛西已经和汤姆再度蜜月了。彼时的盖茨比痛苦万分，他坚信是金钱让黛西背叛了他贞洁的心灵，他立志要成为富翁。很快，在贵人的帮助下，他用药房做掩护，通过非法贩卖私酒，盖茨比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就成为了大富豪。而汤姆这边对于黛西单独四处乱跑，心中也有点不安，因此他和黛西一起来参加盖茨比的晚会。可因为宴会上名人众多，汤姆也放松了警惕，任由妻子与盖茨比跳舞聊天。就这样，盖茨比用各种方式去讨黛西的欢心，不断地和黛西回忆讨论着往事。随后，盖茨比一直都盼望着黛西能离开汤姆，成为自己的妻子，但是面对盖茨比的热切期望，黛西却一直犹豫不决。随着黛西的频繁拜访，盖茨比也不再举办宴会，他希望有更多时间的来陪伴黛西，但仿佛感受到了危机，只要有盖茨比的聚会，汤姆也会前往。这天，由于天气炎热，几人决定出发去城里消磨时间。汤姆看不惯盖茨比，便稚气的一般和盖茨比换车开。众目睽睽之下，黛西竟拒绝了汤姆的邀请，任性地和盖茨比坐在一辆车上。到了目的地，汤姆与盖茨比相互看对方不顺眼，言语间针锋相对，但黛西在他面前却总是帮着盖茨比说话，这让汤姆十分愤怒。无法忍受的他厉声说道：“盖茨比先生，你到底想在我家里制造什么样的纠纷？”随后他说黛西装聋作哑地跟他调情，没有一点家庭道德。于是盖茨比也爆发了，他说黛西爱的不是你，他跟你结了婚，只不过是因为我穷，他等我等得不耐烦了，他心里除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时
一切的抉择权又回到了黛西手中。可当把一切都说开的时候，黛西的态度又变得犹豫不决。随后汤姆质问黛西是否爱自己，黛西痛苦挣扎了一会儿，对着盖茨比喊道：我以前的确爱过他，但我也爱过你。他的话刺痛了盖茨比的心。这时早就暗中调查过的汤姆大声地揭穿了盖茨比的底细，说他以前在芝加哥的小巷收购药房，倒卖酒精，靠着不法手段发了财，他就是个干着违法勾当的私酒贩子。他的话让黛西目瞪口呆，原本就有些迟疑的他，此时好像又开始往汤姆那里倾斜。面对汤姆的发难，盖茨比神情紧张，向黛西解释，但他说的越多，黛西就显得越疏远了起来。随后仿佛心里有了决定的黛西便央求汤姆带他离开。在胜利的天平倒向自己的时候，汤姆却故作大方，让黛西坐盖茨比的车离开。他心里清楚，此时盖茨比已经不足为惧。然而在回程的路上，黛西却要求开车载着盖茨比，谁知在半路意外地撞上了正和丈夫吵架的莫特尔。汤姆的情妇就这样惨死在了路上。当几个人会合时，尼克发现盖茨比说漏了嘴，肇事司机是黛西而不是盖茨比，但盖茨比却下来一口咬定是自己开车撞死了莫特尔，俨然要替黛西背黑锅。不仅如此，担心黛西的盖茨比还在他家楼下守护了一夜。然而在发生车祸的第二天下午，盖茨比的花园传来了枪声。被发现时，他已中弹身亡，而附近的草坪上躺着莫特尔丈夫威尔逊的尸体。原来当天威尔逊为了给妻子报仇，一路追踪到汤姆的家门口，在汤姆的挑唆下，威尔逊认定是盖茨比开车撞死了莫特尔，于是他混进盖茨比的豪宅，持枪杀了他。大仇得报之后，他也选择了自杀。盖茨比的死成了最简单的命案，没有人关心死去的盖茨比。他生前豪宅灯火通明，死后葬礼却十分冷清，只有盖茨比的父亲和尼克参加。至于黛西，她早就已经跟着汤姆出门旅行去了，她没有留下丝毫的眷恋与情谊。故事结束了，盖茨比为了爱执着一生，可他在所爱的人心里却轻如鸿毛。小说的第一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切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即使现实把他折磨得残破不堪，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心中理想的世界。他不敢对自己说黛西已经变了，黛西的热泪中流露的除了怀念之外还有金钱。可他盖茨比又太爱黛西，执着地等了5年，到死都还在等黛西的电话，期望着黛西能和他离开这个利欲熏心的地方。可他想不到是，此时的黛西不爱任何人，她只爱自己。而当时的美国社会阶级化严重，底层人就算努力奋斗也很难挤入上流社会。尽管盖茨比利用财富改头换面，举止俨然已是一副上流人物的模样，但是他作为下层人的出身，终究还是瞒不住那些上流人物的眼睛。同样，盖茨比了不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为了实现梦想而奋斗。他成为百万富翁后还抱有最初的梦想，甚至他可以为了梦想付出自己生命。但是谋爱先谋生，爱人先爱己，为个人梦想去付出生命，这个代价有些太过于沉重。当然，一个视频是无法领略到全书的魅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去阅读原著，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交流属于你的感想。